大家好。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繼上個星期嘅會議之後呢，今日朝早再就是否需要撤回該科，以及是否需要將現行嘅課程指引撤回或者擱置進行討論，並且向政府提出一系列嘅建議嘅。胡紅玉主席已經向我同埋向政務司司長、教育局局長作出彙報。我宣布係政府接納委員會嘅建議。首先委員會一致認為德育、國民同埋公民教育係學校教育嘅重要一環，因此學生接受德育、國民同埋公民教育係理所當然嘅。我感謝委員會支持政府喺9月8號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所作嘅重大政策修訂。基於上述修訂辦學團體同埋學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開展呢一個科，或者何時開展，同埋係如何進行呢一科。因此我同意委員會嘅結論，認為係無需撤科嘅。我亦都接納委員會嘅建議，正式擱置呢個課程指引。政府唔會要求學校使用該指引，亦都唔會以該指引作為教育局視學嘅依據。假如辦學團體同埋學校自決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我認同委員會嘅意見，認為政府同埋社會應該尊重同埋信任學校嘅決定。學校可以按專業判斷，自由採納認為合適嘅教學指引同埋相關嘅教材。政府唔會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提供任何規定性嘅或者係官方嘅課程指引。有關國民教育嘅爭議已經持續多個月，不但造成分化同埋衝擊，更加對學校運作同埋教學造成負面嘅影響。我希望通過呢個有廣泛參與嘅委員會嘅努力，同埋政府接納委員會嘅建議，能夠平息爭拗，能夠重建社會上互信，讓教育回歸教育，學校能夠專業自決教學方法，學生可以喺不受干擾嘅環境中學習。最後我十分感謝委員會嘅胡紅玉主席同埋所有嘅委員喺過去一段時間嘅不懈嘅努力。我現在請政務司司長補充，然後請胡紅玉主席為大家詳細介紹佢哋開會嘅經過，同埋佢哋呢啲建議嘅理據。佢亦都請佢同埋教育局局長去回答大家嘅問題嘅。唔該。喺7月29日我連同教育局局長係宣布成立呢個有廣泛參與嘅委員會，希望透過委員會去尋求一個共識。咁往後我哋亦都話呢個委員會係可以無所不談嘅。就隨住喺9月8日政府作咗一個重大嘅政策修訂委員會喺胡紅玉主席嘅領導之下，過去1個月係做咗大量嗰個工作。我知道委員會裏邊每一位成員對於呢個課題都係有佢哋自己好深厚嘅認識。當然亦都係有或許唔係相同嘅睇法嘅。喺呢1個月裏邊，委員會透過非常之認真嘅討論，非常之坦誠嘅交流，能夠做到求同存異。而政府我可以喺度同大家講亦都係上下一心咁，希望化解到呢一次嘅爭議嘅。咁所以隨住今日委員會達成咗呢個嘅一致嘅睇法，行政長官剛才亦都係公布咗政府係接納委員會嘅建議。我希望能夠重建社會上嘅互信，俾到我哋嘅辦學團體同埋學校係喺一個安靜嘅環境裏邊，用佢哋專業自決嘅教學嘅方法培養學生呢個全人嘅發展。我喺呢度係再次係感謝胡紅玉主席同埋委員會嘅每一位成員喺過去呢一段日子為政府係提供咗嘅工作，同埋作出咗呢個嘅努力。多謝大家。請兩位。好多謝各位今日參加呢一個新聞簡報會。
不如我繼續啦，好嗎？一陣間我哋兩位可以同大家答一啲問題嘅。咁多謝大家今日參加呢個新聞簡報會。咁今朝咧亦都見過大家咧係講